弟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久不见。吉儿一直想来找哥哥玩，只是每日功课太多，总是不得空。这2日先生病了，我才能出来玩。这是我新得的，连葵婆婆都说这手艺比得上神将鲁班。通哥哥喜欢？自然喜欢。那就送给通哥哥吧。谢谢弟弟。眼下我要去交房店见王后，明日再来找你玩吧。好。咱们去抓蛐蛐吧，走。东西都对吗？这东西是我托行当里的高手弄到的，绝无差错。不信你可以验货。好了好了，快把筐子盖好，真要飞出来，还不知道害死的是谁。把这东西好生放到事前说好的地方，切不可有差池。姑姑放心，退下吧。王后，小心烫。今年的新茶果然清香。奴婢怎么闻不出？这几日你闻的不是鲜果就是鲜花，那些香都浓烈冲鼻。这淡雅的清香，要沐浴清新后才能觉出来的。王后说的是。为了熏制那东西，奴婢已经在新鲜瓜果和花朵堆里守候了3日，弄得奴婢身上也是香气袭人。昨日奴婢到园子里去，引得不少疯子围着奴婢打转。还是当心些好，这2日花园就不要去了。是。啊，对了。姑姑，帮我把那套青色吉服找出来。你要出门？到了该祭祀少司命的日子了，王后约我明日一同去少司命神祠给孩儿们祈福。我倒是忘了，每年的这个时候你都会带着继儿去的，难得今年王后也挂念着。人念旧，物念新，在这秦宫里待得越久，就越容易想起这母国的一草一木。我这就去给你找。人靠衣裳，马靠鞍。继儿穿上这身衣裳，果真是大不同。母后，继儿可否将这件新衣穿回去给娘亲看？当然，这是母后特意让人为继儿明日到少司命神祠去祭祀而缝制的衣裳。谢母后赏赐，继儿会好好爱惜这件新衣。真乖。去吧。儿臣告退。这件衣服真是花了不少心血，光这绣工怎么也得1-2个月吧。哎，你们闻到了吗？从公子一进屋啊，我就使劲耸鼻子，这甜香真是让人直流口水。公子的衣裳真好看，香儿做梦都想有一件。公子借姑姑穿几日吧。明日我要和娘亲一起去少司命神祠祈福，回来后，姐还是不给你穿。哎呦，继儿，快把新衣裳脱下来，小心弄脏了。娘亲，明日继儿穿着新衣去少司命神祠，少司命见了肯定会很欢喜，对吗？少司命对天下孩儿一视同仁，并不在乎是纯衣百结还是包衣博带，
但继儿穿着新衣去祈福，是继儿对少司命的一片敬意。98、99、100。公子好厉害！我们宫中内侍中有个号称大力士的，这石锁也不过能举起100下，公子一口气也能举起100下。春夜露水大，容易着凉，快把衣服穿上。是。蛋儿，告诉母后，你多大了？母后，你难道不知孩儿多大了？告诉母后，孩儿来年就13了。蛋儿都快13了，长大成人了。母后就是想让你知道，这10多年，母后一直把你捧在心口。母后无论做什么事，都是为了你。母后，这种话蛋儿已经听了无数次了。蛋儿，答应母后一件事。何事？明日无论如何，都不要出交房殿的门。为什么？日日也在外面，待在店里一日，静心读读书，有何不好？不好就是不好。听母后的话没有错。公子到。知道了。看住了公子，千万别让他出门。是。哼，关门。不行，还是你们翻吧。你快点，公子都说了有好东西喝。好好，我试试。哎呀，这个不行。来来，你来，下一个。好，你来。翻得好。还有谁？翻好了再给你们喝。你来。好，这一轮结束了，你过来喝吧。这东西是我娘亲酿的，别处喝不到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？好喝，再赏点吧。不行，下一轮树蜻蜓的时候，你若树得好，就再给你喝。来，树蜻蜓，来，公子荡，你们这是喝了迷魂汤了？回公子，这不是迷魂汤，这是神仙汤。放屁！公子不信可以尝尝，喝了这个，平常不行的都行了。我这就给您竖个蜻蜓看看。今日荡儿若不是吃坏了肚子，就会和我一起去少司命神祠祈福了。这孩子，姐姐替他祈福也是一样的。好久没有和妹妹一起在这园子里闲逛了。这旖旎嫣红，草长莺飞，倒是让我想起了当年你我在楚国时的情景。姐姐说的是，那时候的你我，又比眼下的荡儿和继儿能大多少？我有时还常做梦，梦见自己仍是年少无知，和姐姐在楚宫里淘气呢。毕竟是梦，你我都回不去了。给我尝尝。不行，这东西你没喝过，所以你不能喝。哎呀，啰嗦什么？
你快给我！我说响就响。哎，见过王后八子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回禀王后，自从园子里引了暗渠，开了池塘，总有人因为胡乱挖路刨树，挖开了暗渠，走了水。今日又是如此。王后，让奴婢去查查是谁如此混账，扫了王后和八子的兴致。奴婢定打他50个板子。算了，事已至此，打他们板子也于事无补。好在这儿还有一条小路，平日走的人少，但景致还是不错的。婆婆，咱们走这儿吧。王后，继儿，继儿，继儿，你慢点儿，快点儿。继儿，继儿，慢点儿。葵婆婆，快点儿。继儿，等等，葵婆婆。继儿，快点儿，葵婆婆。哎呀，王后，哎呀，王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小心崴着脚了。快坐下歇歇，快！再来一杯。再来一杯。妹妹不必担心我，你快去追继儿吧。一会儿继儿找不到你，该着急了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快过！不能动，千万不能动！公子大，公子大，快想想办法呀！于是，大儿，大王，攻击公子荡的疯子应该有2种，一种是普通的疯子，一种是杀人疯。对待普通的疯子，奴婢还有办法，只要风刺拔掉，用皂角水冲洗，再用筅苔捣碎，糊住伤口，便可逐渐痊愈。但是杀人疯不同，它的毒性极大，从来就没有对症的草药。要想治疗公子荡，只怕什么？大王恕罪，奴婢无能。李密，大王，臣眼下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只能是先拔去毒刺，再用拔罐吸出部分毒血。那皂角水和筅苔也对毒性攻心有些延迟作用，但是要想治愈，恐怕就……谁说没有办法的？一定会有办法的。王后，您别着急，奴婢再想想办法。公子荡，公子荡，奴婢该死！那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去死啊！王后，奴婢该死！大儿要是救不回来，你们都去死啊！王后。大王，大王，救救荡儿啊！救救荡儿啊！这园子里怎么突然会有杀人疯了？回大王，老奴已派人查过了，在山坡下查到了一个杀人疯的蜂巢，
那地方离宫中养蜂之处很近，去的人很少，一直不被人留意。寡人知道那杀人蜂极其罕见，即使有，都是出没在深山老林处，怎么会在咸阳，特别是在宫里筑巢？为了采集王后的牙蜜，园子里放养了寻常的蜂子。据说杀人蜂专爱吃蜂蜜，可能是那里的蜂子引来了杀人蜂。幸亏继儿被魁姑护住，只受了轻伤。听说魁姑伤得很重。是。忠心护主，可赞可叹。马上给寡人拟旨，公告天下，2日内，凡有方法治愈被杀人蜂伤者之人，赏1万金。